个台北地检署追查到金华城的弊案，早起是第4届来借提到台北市的前副市长彭真生来门口经。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嘛来公布到会议的记录。彭真生强调讲，辩论会拢是挂问题来交办，讲这彭真生伫个地检署甲伫议会证词有真大的落差。 穿蓝色的衫甲底裤，表情轻松，检调积极侦办金华城弊案。今仔日第4届提审专案的关键人物，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，检调侦办 ING 议会调查小组的记录，即马嘛拢压出来。 台北市议会金华城专案小组会议记录，彭真生坦言，金华城是为109年才开始，我无交办，就是有人来拜托这个案，敢袂当排演议案，当下就拒绝。同年5月21日，多委会会议当中，所有委员都认为用值560%，其他的免讲。会议当中两边意见拢有，不过伊认为这个案情复杂，希望会当组成专案小组先做演议，更较强调无为集团特别演议专案小组来讨论。 个案，若辩论会是挂问题交办，家己拢无参加，嘛毋知影是安怎。180年8月初10，甲议员有一个座谈会，市长批示爱伊做 PM， 嘛感觉奇怪，讲旧年的代志，那会即马才咧讲要安怎来协助？ 从他的这个话语当中可以嗅得出来，其实事实上他就咬定了柯文哲交办这件事实。内容当然充满了避重就轻啊，而且甚至是里面有一些是我认为有一点串供的状况了啊。证词就讲爱查明，不过金华城案复杂搁大条，台北市议员洪建义正正就指出，当时台北市长郭文泰办公室主任蔡碧如就是金华城的总经理。他偷了台北市政府的公文嘛？他怎么可以去？他为什么手上会有台北市政府的便签呢？金华城你是有 K 吗？你爸想跟他讲，你不要侮辱我，绝对没有。先甲自身的关系配合你，才阁徛出来小天党主席，不过到底敢有涉案，嘛是爱予司法来判断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